上樓探訪啦，送啲米俾老人家啦，剪頭髮嗰陣時做義工啦，用血壓啦，用血糖啦。做好每一件小事，服務好每一位街坊，係麗姐作為關愛隊成員嘅準則。為咗更好咁服務弱勢社群，香港特區政府於2023年喺全港18個區設立關愛隊，至今已經成立咗452支，另外有8支少數族裔關愛隊。閒時佢哋可以送飯送水，突發事件來臨嘅時候，佢哋就會變成先鋒隊，守護社區安寧。冇幾耐之前，黃大仙新蒲崗一棟舊居民樓突發電箱火燭，成棟大廈漆黑一片。麗姐到場之後，發現一戶少數族裔居民非常焦慮。佢就話：我而家點先好啊？我嘅太太帶住 B B， 咁啱又係嗰個時候出現喎。佢個 B B 啊，開咗2刀啊，肚腩嗰度啊，好大刀啊，2刀啊。咁啊，我話你而家需要我哋幫你咩咧？佢打開個雪櫃俾我睇，佢話你睇我啲奶咧係特別嘅奶嚟嘅，出邊超市啦、士多鋪嗰啲買唔到嘅。佢話而家冇電啊，我壞咗我點算好啊？幾時有返電仲係未知數，住戶僅存嘅呢一批奶就係初生 BB 未來幾日唯一嘅食糧。知道事情好緊急，麗姐馬上聯繫黃大仙區議員雷啟蓮。經過努力，一位食肆老闆伸出援手，提供咗冷藏幫助，解決咗住戶嘅燃眉之急。黃大仙裏邊咧，過去1年其實真係大大小小唔同嘅狀況都出現過嘅，有停電啦，有停水啦咁啊，當然啦，亦都有啲天氣預測唔到嘅狀況，其實佢好容易都揾到關愛隊。咁其實關愛隊咧就係喺地區裏邊咧最好嘅幫手。喺我哋嘅關愛服務上邊咧，長者部分咧我哋係佔好重嘅比例，呢個咧亦都係我哋關愛隊咧喺嚟緊嘅呢一年咧重點嘅工作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港關愛隊已經探訪咗34萬個長者家庭，進行咗大約36000次家居服務，成為咗社區裏邊不可或缺嘅重要力量。其實咧就由關愛隊成立以嚟咧，我哋一路其實有好多一啲培訓嘅俾我哋嘅關愛隊，例如譬如話喺佢哋家訪嘅時候啦，有冇一啲技巧方面佢哋要注意啦，一啲溝通嘅技巧啦。咁因為關愛隊咧好多時咧佢都會幫我哋做一啲政策嘅一啲宣傳，咁所以喺一啲新嘅一啲政策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會提供一啲資料俾關愛隊啦。咁另外亦都係將關愛隊咧同我哋嘅一啲社福機構啊，或者一啲政府機構咧，多做多啲聯繫，咁令佢知道咧我哋唔同部門我哋有嘅一啲服務啊咁樣。咁所以其實亦都就住一啲係一啲意外方面，譬如話係一啲應對啊突發事件嘅時候咧，應該採取一啲咩措施？社區小朋友屈俊謙喺一篇描寫親身經歷嘅文章中寫道：每日都有好多互助嘅小故事不斷上演，人們喺困難中互助共進，展現咗人性嘅真善美。上一年6月，我哋黃大仙有個大停電，嗰日我記得好熱好熱，我哋關愛隊立刻咧就係即係組隊，逐家逐戶拍門去了解究竟居民有咩需要。咁落翻嚟嘅時候咧，我見嗰幾位義工完全係你可以感受到佢熱到係大汗揼細汗。我問你哋係咪好辛苦？多謝你哋。佢話專員唔辛苦唔辛苦，我覺得係應該。其實喺呢個世界上面冇什麼東西是應該的，尤其是講到社會服務。所以我覺得每一次見到佢，我都係多謝多謝再多謝。